你要偷拍，就代表是假装的。跟你讲，抓访名侦探咳嗽，好不好？我跟你讲。客家电视台制作嘅《西摩的商场》，係台灣第一部用西摩嘅高中生籃球吹故事做題材嘅連續劇。為咗正式表現，劇組決定海鮮大哥甲組一組球賽嘅球員，用了差唔多1年嘅時間訓練做演員。接下來，我就來看一下一條西摩嘅係用一步一步行向演員嘅路。喂，教练，我是雨熙，我家里出事了，爸爸离开了，家里没有人可以照顾妈妈，我想回去，我不想打了。我知道不能放弃，但是家里需要我。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试镜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也是第一次，然后就可能想象，可能就是他给你一个题目，然后让你出去思考一下之类的。但确实我们抽签之后，就是我的题目是什么？啊，就是是球队的主力，但是因为家人因为什么原因还空格给我，还要自己想还什么原因，然后还要打给教练说什么你就是我不打球了，我要照顾家人这样子。我那时候说还空格给我，我还要自己想内容，我说好，然后就是硬着头皮去上。然后那天很有意思，我好像就是睡觉睡醒了，然后看到手机就有好几个讯息。然后我点开，每一个都是女孩上场的照片，这是海选的照片，每个都是。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说这超适合你的，快点去。然后我说什么啦？客家电视台啊，年龄剩16哦，怎么办？我快到了耶，那我会不会太老了？要选高中生角色？然后还说还要客家话，我说完蛋了，什么都不会。可是我就看到下面有一个很 detail 的一行字，他说希望是曾经参加过甲组球队的选手这样。对角！这应该是我做的几个戏剧的作品里面，筹备算比最久一次啊。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海选球员训练成演员？对我来说，我可能认为我们既然剧本是讲女篮高中生女篮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球技应该是他们表演的其中的部分。一个演篮球员的演员，球技对他来说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啊。那这个时间累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是花那个青春是没有那一段时间养成，所以我们想说，那与其这样呢，就用球员训练成演员。那在台湾有几个电影里面，像《卡弄》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像那个拔河的故事电影也是这样子。怎么感情？
好像也没有想过表演课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嘛，因为就是从游戏里面去学习很多事情，就是不会很严肃这样子，就是在欢乐中，然后也还能够学习到表演这件事情。就是在上表演课跟佩珍，然后怪兽、思思、凯西、小才、大王，就是跟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相关有一些表演经验的人一起上表演课的感觉，我觉得很新鲜，因为他们的热忱是我已经就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好像自己已经身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有所追求，或是你会有所想要得到。可是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在表演的里面，很单纯就是我现在就是表演，我现在就是做这个情境、这个人设也该做的事情。7分钟，不是说10分钟多久？啊，你站起来，我帮你蹲。好，我们站起来。好，你这样做，我蹲。OK。你要做的事情，我帮你扛，没关系。好。是什么？惊悚哦。来，是什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表演课在那个过程其实还蛮有意思，就是我们既是团队，但我们又是竞争对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压力是来自于你不论今天你做的好或不好，你可能觉得今天的状况应该 OK， 可是很多时候是你说我靠，你演的也太好了吧，你搞什么鬼？然后另一个方面你就觉得说，那你不是就自己上过很多表演课，就说啊天哪，这些人也太厉害，这些人到底想怎么样？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压力都不是来自于别人说怎样，而是你自己会看到，你就会觉得对自己的很多事情就感受到一些紧张吧。表演课初级的时候确实有点卡关，因为对于表演、电视表演或电影表演，对他们来说还是陌生。他们比较会是那种社团性质的惩罚，或是说比较搞笑形式的那个话剧或是短剧的演出，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表演其实都会有点表面。但我觉得那时候表演老师慢慢放开给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慢慢去认知说表演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想得很慢、很安静，跟动作很小化，那你们又可以表演出怎么样的感觉了？然后有一个在网圈啊，然后有一个，但我觉得那里是可以补一个学妹的，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顺，因为学妹一直坐在她这里其实有点奇怪。然后大概在1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他们比较已经知道表演是什么，跟观众或者说导演或者这个故事需要看到你们的样子是什么。所以我常常去看他们排戏的时候，我都戴口罩，因为我觉得就很怕哭，因为他们每次都会用很真诚的去演出。大概从100个球员里面海选了，最后大概10几个，然后进入第一个阶段3个月的表演课程，最后我们再选出第2个阶段，就是前8个就是主要的演员，然后进入到第2个阶段。到8月的时候就会有健身课程，就请健身老师，也就是中华女篮的体能教练，让他们身体恢复比较像是一个球员的状态这样。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篮球的课程。那篮球的课程不是做篮球训练，而是做剧本里面所有篮球要跑的战术的排练。那这个战术也不是说要让他们跑他们多厉害，而是说至少我们在拍摄当下的时候，
都知道，摄影机会比较知道他要怎么走，然后演员们也知道跑比较有所本这样子。这个是，所以我才说这大概是我目前做过片子里面的筹备，算是比较长，而且比较多样的，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付出了蛮大的心力。所以我强了，我没改你死其他嘞，我一定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都知道不可以把私底下的情绪拉到球场上或拉到工作上，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我那一天没有整理好我的情绪，就是没有整理好自己的状态，所以我一起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我今天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怕会拖累大家，所以我那一天就一直很沉，一直很沉。但事情发生是在拍这场戏的前一周这场戏的前1周还前2周忘记了，就是有一个高中的同学，然后反正就离开了，然后就会觉得哦天啊，打击很大。就是你在拍戏，你不可以去送，没办法去送他，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样就算了。然后那件事再隔1周，又有一个同学离开了，然后就觉得现在是怎么一回事？罗琳。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想太多，也没有注意到，然后下来的时候一直很想要转身，然后就这样就扭到嘛。然后当下是觉得还好，我应该没事。然后后来当天的下午，后来越来越痛，就觉得不妙，这样后面没办法拍。但是我自己是知道说，那个7年后面的2、3、4节，其实大王本来就很少在场上。就是第1节有上而已，然后乌龙球，还好乌龙球拍完了，反正自己给自己安慰就是还好乌龙球拍完了，然后其他的之后再说吧。那如果能够往好的方面想，也是还好，不是在桥下啊、合体啊、anywhere 受伤，是在青年高中不小心弄受伤。那我反正我还是可以演好戏。教练高云呢？培生，没有人故意要让依然受伤。高一明就故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对离别这种事是蛮容易感动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当你跟一个人说好一起完成一个梦想，当最终一个人会先离开或者会先放弃这个梦想的时候，其实是很残忍的，因为其中一个人就要背负更大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佩珍这个角色在戏里一直都酷酷的，然后这可能是观众会第一次看到他流泪，或者看到他情绪的崩溃。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像我，因为我也是那种不会每件事都告诉别人我真实的想法的人。那如果你有一件事，你终究要跟别人说再见或者说离别，我觉得那会是很痛心。然后我记得我在医院的外面，我就哭了一下，对。经过表演科、体能科、学艺科、篮球排练，8个组员对素人变做演员，都有自家嘅特色。从上从下，有人係本色演出，有人係見係無樣樣嘅設計。經過一長時間嘅訓練，8人就像一家人咁樣，大家感情真好哦。我覺得雨清就是一個他就是3八，他就是很愛漂亮，然後
反正就是很注重形象，然后也是我自己觉得他就是那种很喜欢跟人家八卦，然后搞小圈圈的那种臭女生，臭，你骗你，老娘没朋友啊。所以我讲迄比较 panic， 唔过唔着干真经有上讲内地上马干无？有冇啊？王轩跟佩珍，就我跟佩珍有很多对手戏的时候，然后接下来那阵时间就加入了有新北女高的故事。我到某一天，有一天的场次是我从早就一直在吵架，吵到下午。然后吵到一瞬间，我突然就很想哭，觉得那个可能在跟我高中的某一个阶段还蛮像的，就是我也蛮爱去抱不平，就是甚至会想要跟学姐啊、教练啊去争论一些球场上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在那时候其实是我对我自己最不自信的时候，对，我不相信别人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就是太高调。后来就接触到这个角色，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我可以去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各个不同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平常没有被注意到的人，就是会有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印象最深刻都是范家教练就是甩了范家会有一巴掌那样子，对，因为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对，因为事前没有先沟通这一块，可是我非常感谢导演跟嘉颖姐，因为有了这一块，其实让就是我后面的表演其实非常的在状态里面，而且在角色的里面做出他该有的反应跟状态。对，然后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巴掌一扇下来，我就范家会一抬起头，然后看着妈妈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因为受委屈的，他认为受委屈的是自己，然后可是看到妈妈这样子，就是其实也是非常的心疼。有这一年的话，其实你就更好找到最后所谓那8个人南乡小队每个人的模样。有可能我一开始觉得他应该是阿允，或他应该是佩珍，可是经过跟他们长时间的相处，因为有的人不一定只有表面的模样，他表面可能跟大家都很友好、很开心，但他私底下可能他很在意的这种好，就有可能有人表面看起来很开心、很活泼，跟他相处的很融洽，但他其实私底下有一个比较柔软一块，需要大家去发现，或是有人表面可能比较积极，但他其实内心是没有这么有憧憬，他觉得默默过完这一生，或是过完这个高中生活就好了。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有不同的特性跟本性。本人的，我觉得很像高中的我，很像高一的我，就是傻傻笨笨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就是到别的县市去打球这样子，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也是跟随着学姐吧，学姐说什么我就好这样子。所以我以前高一的时候还蛮依赖学姐的，对，就是跟高3的学姐会比较好这样子。然后阿雅的话是比较白目，然后就是现在我本人是比较不会那么白目，我会看人家脸色，对。然后虽然阿雅有时候也会看人家脸色，可是有时候还是会
语出惊人的那一种，对。邱凯欣跟李嘉欣一样的地方，应该就是都很憨吧，就一直笑。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呢，想不到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太像了，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吧。我觉得蔡乔云就是一个算是乐观吧。然后就在大家面前都会带动欢乐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蛮乐观的。但是我觉得蔡佳芸就是以现在的蔡佳芸好像没这么乐观。我本人差在就是我爱笑，他不爱笑，真的差异超大。我只要一下戏啊，我终于复活了，我再相信变回佩珍。就是拍完嘛，我从开拍到拍完，我对佩珍就都有同样的观点，就是我很心疼这个孩子，就是在连就是要脱离角色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很不想要放掉他，就你会一直想要去保护他，因为佩珍她是一个表面非常坚强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她只要碰到家人这一块，她就会变得跟其实一般的大众女生一样，都会有那个脆弱的那一面，每个人都有脆弱的那一面。那佩珍她不一样，就是她不想让大家看到脆弱的这一面，所以她把自己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就算了，她就是武装后，她再放了好几道墙在前面，所以她是一个很难靠近的一个女生。对，我觉得她就是想要，她只想要朝自己的方向前进，她只想朝着目标前进，她不想要管任何事，我只要完成我的事，我只要达成。就是家人的心愿，妹妹的心愿也好，她就是想要完成她心中唯一想要完成的事。对，就是我对佩珍，她就是一个非常果敢、敢爱敢恨，然后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勇敢的女生。唱这一条吧。刚才说他们其实已经很融洽跟很舒服，相信自己是一个团队，而且正在表演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刚好最后又是表演比较后段集数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的感动可以再做到更真诚跟更满，就是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更好。因为我觉得当观众看到7、8、9集这个球队要走到尾声的时候，是需要相信他们有一种态度跟坚持的。那我就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件事做到更细微、更真挚。有悲伤，有快乐，有汗水，有木质。細妹嘅上床，留細奶嘅運動片，無共用嘅素材，係有韓卡多姊妹嘅感情，有韓卡多嘅相伴相聽。下一集，我會帶領觀眾向下來看下咧，一條細妹攞籃球嘅連結係乜嘅？到底係乜嘅推動細妹嘅上床一隻故事向前行嘅？